今日高速公路中華 KO 路段塞車是安怎？因為老大佇咧遮，這是一隻豬隻，唔知是對一位大哥你的載豬車跋落去一隻豬啦。這隻粉紅色的豬佇國道的車路頂亂掃，有駕駛是緊打檔啊，有的是緊踩車道，有的甚至停落來，都驚會甲弄到。這隻臃腫的豬完全無咧看車，一路為路徑行入去內山車道，哪袂輸咧司機，所以攏無互車弄到。民眾一通報，相關單位都出動4個人來抓豬。大家照樣感覺是個機械的指揮，三山道的車攏紅標咧停落來看因抓豬。是講這隻豬實在是真溜咧，各大概攏互閃過。公務單位警官哪入去抓豬，哪個愛指揮交通，用白照功夫，為求總算成功甲抓到，順利拖離車道。本案造成車流回堵約2公里，幸未造成交通事故，已查明載運租車車輛。代志都發生佇昨下晡3點多，國道1號橋北中華 KO 路段。這隻豬落入的國道烏白走，前後用約半點鐘才解除狀況，是講加載無出車禍。警方也調監視器找到載豬的車，因為駕駛無甲豬綁好好，依照道高條例，會當甲罰3000到18000塊。